下的家，你今天还好吗？无论有多少变化，请记得走回家。昨天对我说的话，今天还记得吗？那些句句关心话，都是对你的牵挂。遇见你，喜欢你，只想和你在一起。想见你，很想你，猜不透你的心意，我不想放弃。一个屋檐下说出真心话，你的眼神诉说牵挂，在我心里悄悄说我最爱家，这是我最想说的内心话。一个屋檐下，今天还好吗？别再流浪，眼泪流下，别再犹豫，天亮慢慢走回家，两人一起在那屋檐下。小姐，请问你要找啥？我来读。陈小姐，陈文琪小姐。你是当时转来，哪有闲来公司啊？你要找张总监对不？来这边请，这边请。张总监的办公室，电梯出来正手边这边就到啊，足近的。你无代志通做？有，我真无闲。阿玲，你是啥？那只小白啊？对啊，那真的小白啊！连伊是啥，恁拢唔知影。唔知啊。伊吼，就是董事长的千金，张总监的小妹陈文琪。唔对啊，咱董事长姓张呢，因查某囝哪姓陈啊？是啊。因为唔是亲生的啊，唔是亲生啊。较细声的啦。你哪会知影遐尼侪八卦？哎呦，无啥物啦。我这个 CEO 秘书，也唔是做假的啊。Hello， 谁的车啊？怎么用路货车位按留电话？对方开的条件真好，假使袂调，所有的股东都会当摕到一大笔红利。爸嘛讲，伊迄份会分互咱囡仔，每一个人的经验拢共款。我无同意卖公司。你确定？有这笔钱，你会去发展任何你想要做的事业。我陈文琪是要做啥，敢需要靠出来？而且新华是有莫用一世人拍拼出来事业，我袂会变做别人的。好，你甲我的想法共款。既然咱拢安尼想，安尼等爸回来，我就甲伊讲。对啦，爸希望你即个回来会当住较久的，后礼拜做伙参加家庭聚餐。要住偌久拢无问题，我甲军训的头路拢辞掉啊。你死头路啊？安尼你以后我要回来新华做。安怎？你敢若就惊甲我做伙上班？老实讲，新华伫你的带领之下，我感觉有淡薄仔保守。我即摆回来就是要推动新华改革，我会说服也是支持我的。张咧，也是要退休啊，上接班也无一定，就互我见识一下张总监的能力啊。你是我的小妹，你若是愿意回来，甲我做伙为了新华拍拼，我当然期待。搁再讲，
我嘛有答应秀娟阿姨爱好好照顾你甲文丽，这点我从来唔捌放袂记。有一寡代志要放袂记的嘛，真困难。安尼就期待咱的合作啊！我先来走。我送你。中头啊，敢要顺续食饭？唔免啊，我跟我男朋友约好啊。哦，我听文玲讲，你甲即马即个男朋友做伙2年啊，敢若是上久的一个。伊甲我熟悉的查甫囡仔无共款，真体贴。虽然因真无用，也毋过伊永远甲我放伫第一位。半年前，伊阁带我去南美洲度假，可惜天气无好，阮无去南极。也毋过阮讲好，明年做伙去。欣赏哦。爸甲阿嬷一直真烦恼你的终身大事，假使因知影你有一个这么好的对象，一定足欢喜。对啦，自产的时阵带伊来，甲大家见面啊。我才问伊的时间。啊，你咧？恁女朋友的名，刚刚阁叫做齐慧敏。也毋过你莫加油，人慧敏拢待恁遮侪年啊。我被停落火车位后，该报警拖走。是安怎嘛念伤案啊？妈妈，顶头的梨我拎会出来，小叶阿姨黑白停车。对啊，以后大汉莫甲伊共款无水准。有够歹的，我一定要找这个笨蛇算账。小妹，稍等我一下。来，你的咖啡好。真少，请大老爷。咖啡可以小款。袂歹啊。Hello。歹势，请问要点啥物？我无要点物件，我想要借问你这里长住伫倒位？里长我知影，爱为后壁巷仔踅入去，有淡薄歹找。你若是要找伊，我当替伊敲互伊。是安尼啦，我车停伫边啊，唔知倒一个无公德心的人伫我车顶搭这张纸，我为着甲这张纸拆乱，口甲玻璃拢必顺啊，所以我想要请里长替我调影片，我要甲这个无公德心的笨手找出来，叫伊赔偿。等下。所以外口迄台车是你的啊？对啊，敢会当请你替我联络里长？免联络啊，迄我带。你带？你哪会这么无公德心啊？迄路敢是恁兜的？我车停伫遐，你为啥要搭这张纸？而且就歹贴，玻璃拢口有必顺了要赔我哦。Hello， 先生。Hello， 小姐，你敢有看到迄是路火车位，袂当有袂停？还阁有，你硬要用手去敲玻璃，当然有必顺啊，甲我完全无关系。你即马是拍人话叫人心，好啊好啊，
我要去报警，告你毁损。好啊好啊，报警！既然有监视器，落着黑白停车的是你，落着毁损车的嘛是你家己。我加加只是黑白大纸，好心提醒你，看啥较严重。等下，你安尼报警，应该再加一条侮辱3:1。我来了。唔免，你安尼哭，真该上甲搁较严重哦。用这较紧。这附近就是卡歹停车。后摆你若是来停车，新华迄栋大楼附近有临时停车位，你当先去看卖，不你较有。OK， 你看，清清气气。后摆你来附近，会当去我遐啉咖啡，我甲你拍者。唔免，我无啉咖啡。无啉就无啉嘛，安尼你就无靠好诶。自传大家一定要回来，我有重要代志要宣布。除了卖公司，还会当讲啥？喂，阿姊，你敢回来啊？回来啊，拄离开新华。安尼你即个会点偌久？后礼拜自参你敢会去？会啊，问这创啥？无啦，既然你会去，安尼你敢会用个顺续来接我？啊，你啱叶冠华咧？无啦，迄个银行最近足无用的，伊应该是袂参加啦。陈文玲，你啱袂插你，你就来麻烦我，我是你的司机信。你叫叶冠华上好搞较细腻的。我伫咧国外加加3个月无回来，我已经差不多半年无看到伊啊。哎哟，你莫安尼啦，我想起来啊，迄天早起冠华拄好爱陪客户去拍高尔夫，我惊伊安尼走来走去会伤忝啦。安尼你就去学赛车，甲你讲过几落百遍啊，查某人较独立的，莫无后就敢若无脚共款，袂当出门。哦，我毋管，你今年一定要考到驾照，然后叫叶冠华买一台车送你。我讲啊，我要上高速啊，拜拜。拜拜。大阿姨讲，伊爱看一下时间，尽量来接咱啦。拜五钢琴表演，爸爸敢会来？怡萱啊，恁爸爸趁钱足辛苦的呢，你莫无代志就去烦伊，知影无？也毋过顶届我画图比赛颁奖，爸爸无来。爸爸讲钢琴表演一定会来啊。哎呦，怡萱啊，你连暝画图，连暝学钢琴，安尼爱开足侪钱的呢。文玲啊，冠华是足骨力在趁钱的，你是足骨力在开钱哈？这个家你是安怎花呀哈？无啦，妈，怡萱敢若有学钢琴甲英文啦，画图是因为足有天分，老师主动教伊的，比赛阁有得奖呢。查某囡仔人学遐济是要创啥？以后大汉也是来嫁人哈？恁阿某吼，一个无闲趁钱，一个无闲查某囝，什么时阵会当生一个查甫孙互我抱？哎呀，爸
白白是要开伊钱，若是查甫孙来开，唔知影偌好咧。真正是哦，猪唔肥肥着狗，等下甲洗洗洗啦。妈妈，更勤表演，爸爸无来无要紧，你陪我就好啊。咱姨孙哪会遮尔捌代志？若无安尼好无？表演迄天，妈妈替你录落来，互爸爸看。然后礼拜煮菜的时阵，嘛互阿公、阿祖，还佫有阿姑甲阿姨看，好无？好。好，你继续话。这边会当阁开一个头门，安尼通风甲光线会较好。面对的是巷仔，基本上外口的声音袂有受大影响。嗯。厝内群组呢，是安怎毋过？无差，无重要。讲神的 case 已经结束啊，这个客户嘛无着紧，你着转去一撮。甲工课无关系，我只是无想要转去。恁兄弟姊妹平常时嘛遐见面，你吼着转去一撮，互恁爸看一下，看你是毋是变瘦啊？看这个头家敢有考倒你？阮爸才袂关心我敢有变肥，或者是变瘦。但去讲的代志拢嘛共款。工课啥款啊？啥物时阵结婚啊？一个月趁偌济？无话讲硬要讲。其实有时阵，我足欣赏恁这种大家庭。你看阮兜，就我甲卡廷两个人，逐工乌啉对白啉，就认清，足无聊的。日是我嘛在吃，也是你感觉我在吃嘛真无聊。哪会啦？我有一个遮尔水阁巧的助手，逐工拢出现在我面头前。我早就袂记你无聊这两个字安怎写。你连遮尔互人想要吐的话拢讲会出嘴啊！我有阁较厉害的，你是要听无？不爱啦。时间差不多啊。你毋是要甲卡廷食饭，好出门啊？走行。免啦，我想要阁点一个。你大概拢骗啦。等下我离开，你阁毋知影点到几点？到时阵阁甲暗顿倒伫宵夜食。我命令你，即马随转去。知影，我就想讲阁点一个，我答应你。7点以前离开工作室，安尼敢袂用诶，江老板？你讲哦。7点。我会打电话转来检查哦。我先去看物件。阮庭事务所，请问江林何先生敢有伫个？伊即马无伫个，请问你是啥？这是住的病院后用医生的门诊。医生拄则有开伊的手机啊，也毋过伊拢无接，麻烦你请伊赶紧甲后用医生联络。好，我知影，多谢。林豪，拄则病院打电话来，讲有一位后用医生找你，敢若真着急。哦，多谢。
我来去哦。嗯，较早转去啊。先来等啊，拜拜。拜拜。陪遮尔久，敢袂忝？看到你就袂忝。当时返来台湾，本来阁想要飞去上海找你，我决定返来新华。哪会遮尔想袂开啊？敢讲是恁阿姐甲公司交互你管？哪有遐尼好？头前还有人咧排队。好啦，你想要到倒位上班都无要紧，不一定你即摆是我的女朋友，未来是我的好某，这点莫变就好。我就知你会支持我。要毋过我阁有一个小小的烦恼，你敢会当替我解决？你讲，后礼拜阮兜自餐，你陪我转去，我想要互大家熟悉你。你哪会即摆才甲我讲？我阁要飞美国呢。敢袂当调一个？即摆袂付掉啊。好啦，飞弟你都搬转来台湾啊，后摆有即种聚会就先甲我讲，我甲班表调开就陪你去啊，好无？来，歹势。喂，妈。好，我马上回去。好，拜拜。歹势哦，阮妈，伊讲有重要代志要甲我讲，我要先转去一撮。啊，我拢走遮尔远来接你啊！无，先载我转去嘛。我先甲老大人讲话，较晚才去找你。好啦。大概拢到遮就落车，我拢毋知恁兜住倒。什么意思啊？你想要去叫阮妈？我遮晚，你若毋叫我转去，我为啥爱缀你转去？落车。暗时我就去陪你啊。你若阁毋落车，我就直接甲你载转去啊。好好好。拜拜。嘿，小姐，你徛伫路中央创啥？你就是陈文琪，我是张志辉太太。想你了，我真的想你了，好想回到那天。见你，喜欢你，想和你在一起。玉莲，嗯，足奇怪呢，今日咱拢无啥物人客啊。因为我甲规间餐厅拢包落来，包落来，今仔日是我这世人上重要的日子。多谢。慧敏，咱做伙14年啊，多谢你14年来对我的包容甲坚定心。
齐慧敏，你敢愿意嫁予我？把手伸出来。求婚的代志，阿姐甲阿嬷应该唔知影。因也唔知影，我是想讲后礼拜自餐的时阵，才甲大家宣布。唔知大家听到会有啥物反应呢？对了，恁若想着今日甲我求婚哈，是毋是有啥物个人指点啊？要唔过你莫加油，你看人回礼拢等你遮侪年啊。哪有啥物个人指点啊？你之前毋是定来讲，为什么咱大家想要结婚的时阵，拢有发生一寡代志？对吼，搁会记得咱头一个想要结婚的时阵，拄着秀冠阿姨过身，爱等3年。第二个想要结婚的时阵，恁爸爱你去新华斗3工。第三届，阮爸爱我做伊议员助理。过来第4届，哎哟，非得咱就是有足侪代志爱无用，安尼拖来嘛拖14年。所以啊，我无想要搁耽误啊。拄好，文琪最近嘛转来兴华斗3工，以后我就较轻松啊。即马毋是拄好。哦，原来是因为文琪转来斗3工，所以我才毋免继续等哦。安尼你爱好好甲文琪说多谢，因为我本来想要甲你讲，我无想要搁等啊。我就是惊你会讲一句啊，才决定今仔日一定要甲你求婚，紧替你甲手指挂起来。你莫欢喜了伤早，你嘛知影，阮爸一直无赞成我嫁予你。这个问题我早就想到啊，恁爸就是烦恼，阮兜人侪惊你受委屈。所以我咧想，我要伫公司附近找一间厝，结婚以后，咱做伙搬出来住。有人，多谢你。我上唔甘的，就是你处处替别人设想的个性。也毋过，我上介意的，嘛是你这点。谁叫我是张家的大囝咧？张太太，你以后爱陪我，辛苦你啊！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拍拼做一个好媳妇、好大嫂。张先生、张太太敬你。多谢。阮的囡仔已经读国小1年啊，我已经结婚10年啊。伊甲我讲，伊甲伊妈住做伙，拄则伊妈靠伊叫伊妈妈。平常时伊就对囡仔叫我妈妈，我嘛对囡仔叫伊爸爸。其实你嘛毋是外口的头一个查某，要毋过即届伊敢若足介意你的。甲你做伙2年，时间是上久的。
你徛咧遮创啥？哎呀，你要等我伫房间等就好，你袂记哦？我有锁匙啊。我伫等啊，也毋过毋是你。这个是啥物？一个毋食人的本事。哈，你是安怎啊？啊？你在等啥？我伫等恁妈。阮妈？恁妈来啊！毋是。说落来就跟我无关系啊！恁的家内事，恁家己处理。文琪，我甲你解释。文琪，你听我讲。有啥物好讲的？你毋是伫甲我讲，你甲恁妈住做伙，恁妈就是这个查某。你应该甲我讲，你甲两个查某住做伙，一个查某是伊，另外一个是因查某囝。恁兜的查某有够济，莫过来找我。文琪，文琪，文琪，文琪。想你了，我真的想你了，好想回到那天你在身边，去听了小候鸟。想见你，很想你，猜不透你的心意，我不想放弃。妈，我有听你的话，好好啊照顾文丽。阮即摆啥物拢无欠，上搁为啥物？为啥物我还是无幸福？为啥物我总是爱毋着人？来，十秒，耶！安尼脚就爽诶！加油，你来姐！喂，还未困哦？安怎？有一件代志，我感觉应该爱头一个甲你讲。什么代志？我今仔日甲慧敏求婚啊！爸甲阿妈阁唔知影，我打算伫自产的时阵宣布。你真好啊！我才拄甲你讲红包要包较大包的，你就马上发帖给我。你嘛带你的男朋友转来，互大家看卖。假使即届真是定来，我嘛会替你欢喜。安怎？伊敢会当来？当然啊，当然会当去啊！你提烦恼啥？
这个臭小囝，凭啥你会当嫌弃我袂当？咱细胞已经转移啊，根据脱开的速度，应该。医生，你敢会当直接甲我讲？我剩偌济时间3个月，好好治疗，半年甚至超过1年咧，拢也是有的。我阁考虑一下。也毋过毋通拖伤久哦。你是安怎无爱听医生的话？好好接受治疗，你搁安尼拖，你敢有想过卡廷要安怎？我会甲卡廷交代互林家，假使我无伫，林家就是卡廷唯一的亲人。虽然我毋知影伊伫倒一个国家，毋过我会赶紧甲伊找倒来。我阁有足一代志想要做，我无想要浪费时间倒伫病院内底。阁有你，我要甲你安排去白事务所上班。我无爱，我要留伫稳定。我死后稳定就无啊！啥讲你会死？你顶届治疗明明就真成功。真成功，对啊。然后咧，2年后，是毋是阁压起来？高英豪，你听我的，你一定要好好接受治疗，你一定会好起来。你袂用对家己遮尔无信心。我一毕业就来做你的助理，遮尔多年来，咱在同一间工作室做伙做代志，摕到 case， 咱做伙欢喜；case 无啊，咱做伙艰苦。你比我的亲人搁较像我的亲人。林豪，我即马身躯比干那你无别人啊！我从来毋捌要求你啥物，也毋过这届我拜托你，你至少为着我，好好治疗你的病，好无？好，我答应你，我会继续接受治疗。也毋过我减紧压起来的代志，是莫互卡廷知影，好无？
爸伫要到啊？哎，你甲恁爸用这个电话弄退哦，安尼伊毋是会当随时知影你伫倒。不要紧，我甲阮爸感情足好诶。哎，阮爸到位啊，来去啊，拜拜。拜拜。哦，安怎啊？足忝诶，你替我排书包啦。哪会这忝啊？头拄仔上体育课，互老师欺负，伊讲阮做运动，我根本就做袂完。每一个同学拢有做，有啊，要毋过我足忝。着你贫惰，莫规工伫眠床顶看手机啊，有时阵去外口运动。卡婷，阿姨，我足枵诶，咱兜附近毋是有新开一间拉面店，咱去食好无？好啊，拉面伤咸，食了对身体无好。咱昨食迄个糜嘛袂歹，敢过要去？食啥物也要管，讨厌。林豪，所来你工课较无闲，假使无法度来接卡婷，我愿斗相共。卡婷，爸最近接一个大 case， 以后可能无闲来接你。假使你无保释，我请幼儿阿姨来载你，好无？哈，我袂，你无用的时阵，我会当家己坐车转去，为什么要麻烦别人啊？我坐头前。我坐后壁。来，卡婷，你最近功课敢有济？破破啦。我听讲你伫补数学，阿姨的数学甲英文阁袂歹，你若是有问题，我拢会教你。阿姨，你是毋是就想要做阮妈？江卡婷，安全带。拜拜。我送你回去。嗯。安怎？咱结婚啦。我离婚啊！你给我一个机会好无？我甲你已经无任何的关系啊，所以讲有离婚唔免来甲我报告。我是讲，你讲唔走，我马上叫保全来。我只要回头，就绝对袂回头。对感情是安尼，对我无想要信任的险嘛是安尼。你卡输要摕这种相片，就算摕100张互我，我嘛袂接受。即摆人选就敢若交换一个，安尼你就演一个钟摆稳棋的软萌男。宝贝，妈，灰白色墙面，画了几朵笑脸。当你卸下毛线，回到这房间，以前的一切都开始怀念。从一个屋檐，心里几种语言。当你在我们间像不曾走远，过去都时过境迁。想你了，我真的想你了。
还是回到那原点。